心来祈祷。是阮听透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至高的上帝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你也供应阮一切的需要，将一切好物赏赐予阮，互阮会当安然徛起，得到你的保守看顾，有十足的平安伫阮的心内。所以，阮用欢喜的心、感谢的心，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，服侍敬拜你。我望也透过今日的敬拜，搁较清楚你的心意，会当领受对你遐来的快乐，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见证你对阮的稳定甲疼痛。是阮的主啊！阮是何等较无甲你亲近，由你透过今日的礼拜，对阮显明你的心意，帮助阮会当活出合你旨意的生命。阮特别从今早起服侍正当工，仰望伫主的圣手，求主亲自带领、保守、看顾，无论献诗、抒琴、书会、团讲信息，也是帮助阮强守圣餐的小会员，主你拢教阮三合之地，赏赐阮灵力开力，阮服侍过程中间帮助阮，阮带领众兄弟姊妹来敬拜你，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你。是阮的主啊！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亲自带领。教会所推动的每一项事工，特别是暑期进行的儿童、青少年以及成人的事工，拢求主带领、保守、看顾。透过这事工，有参与的人来得到利益，也恳求主你保守阮所设立的机构，无论是幼儿园、照顾长辈安养中心，也是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，拢会当照主的心意推动各项事工，互较侪人得到祝福。是阮的主啊！阮也特别将阮的国家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亲自掌权做主，赏赐阮真实的公义和平，互台湾所有的百姓会当伫即块土地顶面安然徛起，安居乐业。兴起台湾的正教会。正教会拢会当接受主你交代阮的职责，将听人的福音、救人的福音宣扬出去，有较侪人来亲近你、认捌你。阮也特别将这混乱的世界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，求主亲自束缚看顾。止煞所有的纷争、战争，互伫战争中间受苦的百姓，会当得到主的怜悯，赶紧脱离恐怖的战争，也有拄到天然灾害的百姓，特别是最近雨水真大伫台湾中南部的所在，造成一寡损害，求主也怜悯看顾，互所有的建设赶紧恢复，百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求主亲自看顾遮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万民啊，恁拢着拍扑啊，着用欢喜的声、大声对上帝欢呼。上主至高的上帝应该受敬畏，伊是大君王，统治全地。这是要请各位起立来念新圣诗第2首，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请起立。让咱做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7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两个活上天，他这里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个公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做伙来祈祷。创造天地万物，阮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今早起，阮搁一摆自集伫你的殿院来敬拜阿罗你。你将阮下伫台湾这块土地，是要为着上帝来管理这个美丽的岛屿。阮伫早期捌为着经济发展来破坏污染这个土地，煞接却需要用10倍以上的力量来修复这个土地。愿主帮助阮，无搁再犯同款的错误，无搁再设置会危害人类的设施。
阮台湾人伫早期捌经历过受歧视、冷漠、打压的过程，总是阮无因为安尼来埋怨、来愤怒、来报复，反倒阮受操练真做敖体贴人、尊重别人，佮用疼心好款待人的善良的百姓。祝你的祝福满满，阮要感谢你。阮捌因为满有同理心，捐款救助日本受地动灾害的百姓。因为安尼，你看见阮的善良，世界也安尼看见阮无共款的表现。阮感谢你用10倍、100倍福分来回报这个美丽岛。阮对受苦受难的命运，真做受保护、受肯定的社会，阮要因为安尼来感谢你。你将善良甲尊重别人的本性，下伫阮的心中，真做阮的本性。你用无限的疼来疼阮，阮也用疼心来好款来出外人。阮要因为三疼来见证上主你的名。阮所行所做一切，拢会合伫主你的心意。主伫你的目睭中，阮所做的有缘有侪欠缺，阮所摆列伫你的面前的，离开你的标准远远。阮要持续努力，阮的社会甲环境逐日进步，互你的国度行伫地面上，亲像伫天灵。愿阮日日自我反省。是毋是有惊大欠缺你的阳光无？阮有伫无意中得失人无？阮有伫有意无意中间破坏你所创造的世界无？愿主你赦免阮所行一切的歹，互阮活出主你的美好。上主，你是行奥妙奇迹的上帝，你的主权无穷尽。希望阮伫人生的过程中，会拄到恶担当的事，要顾阮若行公义、好怜悯，你的推你的管，拢要时时保护阮，互阮无欠缺一件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这个美丽岛屿塑造出爱、和平、民主，活出你的形象的百姓。愿耶和华上帝祝福满满。愿领受你无限的稳定甲祝福，无论安怎感谢，也无法度表达其中的万分之一。愿只有恳求上主，你继续加添阮信心甲勇气，互阮跑走伫正胜的路中。无论拄着各种的艰难甲挑战，愿永远袂受打倒，一生持续宣扬上主的好消息。祈求台湾众百姓有哪来哪侪人来领受上主救赎的福分甲平安。阮受竞选成做你的选民的人，是受竞选成做万民的祭司，是要证圣洁的意象。阮现在既然是属上主的子民，阮就爱宣扬迄个呼召阮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上主的美好，这是何等的福分！当阮甲你立约，亲像雅各甲上帝相拄，恳求主你来更新阮的心灵，互阮真一世人行达合伫主你的心意。你伫阮的内面，阮也伫你的内面，互阮享受无尽的平安甲喜乐。阮也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。作为祈祷，阮的天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行，会对人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子今仔日有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有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去，也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来来无尽。
三甲来启用，启用文第21篇，就是诗篇100篇。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咱是伊创造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。伊的慈爱到永远。赞美，请本堂圣乐队。现在去要吟的诗是：救主耶稣，万福本源。咱做来共读上帝的话。现在去的经文记载伫箴言第27章23节到27节。要详细知你羊群的状况，留心照顾你的牛群，因为钱财袂永远留着，王位嘛袂煞到万代。草挂起来，新叶布出来，山顶的牧草嘛收起来，米油的毛就通剪来做衫，山羊公通卖来买田园，山羊母会令，互你的家内的人狗野通食，
阁通扬起如悲。今早起的信息是本堂主牧师、蔡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，智慧工作的第一讲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即系列的关系箴言的即个教示信息，有分做几讲来讲。咱讲过，毋通做笨大人，温困的得到富足。今日要开始，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智慧工作。咱每一个人拢捌工作过。检采即马退休嘛还阁伫教会咧服侍做工。咱中间有真侪伫家庭做家庭主妇的，家庭主妇嘛是真重要的工作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咧工作。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真重要的题目，叫做智慧工作。希望上帝互咱有智慧。互咱伫投入咱的工作的过程中间，会当充满上帝要看见的效果。伫领受上帝的话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，请做阮生命的引带甲帮助。你的话是充满智慧，会当调整、更新、改变。阮的思想观念，互阮所做的工有快乐、有效果。恳求主，你帮助阮，会当静静来领受你的话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上帝爱咱温群工作，毋干那是会当供应咱生活的需要，会当互咱工作得到喜乐。虽然工作辛苦，佮有压力，但是上帝互咱伫即个工作中间，会当去找到喜乐甲成就感。但是你若要对工作中间找到喜乐甲成就感，你着爱在伫你的工作的态度，有正确的态度。工作虽然辛苦，但是有缘会当找见到工作的意义。有人将工作的态度分做三种。第一种就是将工作当作是职业，职业就是无色的工具。当然，咱凭咱家己手所做的工来赚取即个工资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。保罗嘛安尼讲，伊讲工人得到工价是应当的。但是如果咱爱安尼想，如果你的工作是为着要趁食尔，安尼工作做起来是真辛苦。因为你的工作若无一点喜乐，有可能才做一种重担。所以将工作当作是一种职业，那敢若当作一种职业的时阵，你工作会变做一种重担。第二种人是工作来当作事业，将工作当作事业来经营。这种人，伊常常对伊的工作有种自尊心甲骄傲，因为伊感觉伊的工作对别人有贡献，伊会当将伊的代志做了真好，得到成就感，得到娱乐，毋是简单趁到薪水尔。伊会想要甲伊的工作做好。所以，伊工作结束了，伊阁会继续去研究，想办法，互伊工作会当做较较好。这是因为伊对工作有种认同，希望会当对这工作中间，做了较好，得到别人的娱乐，还是讲得到成就感。电视即摆有一个名词应该是对日本来叫做达人啦，讲即种人叫做达人，就是讲对即个专长、对即项代志有专业、有专长的人，对家己的工作有信心，
会当满足家己工作的成就感。这种工作观就比第一种较好淡薄啊。我记得我的迄个梅赛的爸爸是多子师傅，做真久的多子师傅。有一届就是伊来提醒了，阮去来拜访，阮去来拜访，去因厝里，伊就接待阮，接待了就讲要带阮去看迄个结婚的宴席，诶场地，甲要人讨论菜色，要出发的时阵，伊就讲伊要去换衫，我就感觉足奇怪，伊都穿足整齐啊。阮去的时阵要欢迎阮咯，穿迄个西装啊，拍领带，穿啊足整齐，讲伊要换衫。结果要出来的时阵伊就去换一领伊的迄个多子师傅的衫，就缀阮去迄个饭店，就是表示讲，我是多子师傅你袂当我凊彩啊，这菜色我拢知影，所以伊就是我感觉伊就是穿迄出衫表示伊对伊的工作真有信心，对工作感觉家己足有成就，即款人就是将工作当作是事业咧经营。第三种人就是将工作当作职业，伊工作毋是干那为着要趁食，嘛毋是为着追求家己的成就感尔，伊是将伊的工作导入一个神圣的目标中间。咱会称作是职业。英文即个号做叫做 vocation，vocation 伊的字根叫做 vocal，vocal 就是讲有人出声咧叫你，就是讲伊做这项工作是有听一个神圣的声音咧呼召伊做这件代志。那咱的信仰就是讲，上帝咧呼召咱投入这款的代志，投入这款的工作。这款的事业，所以一个信徒的人生的工作，就是追求上帝予咱的职业，然后努力来完成，这是咱人生上介大的目的甲幸福。所以咱若要工作了快乐，工作了幸福，一定要学习正确的工作态度，就是将你的工作当作是职业，伊毋是简单，互你会当得到薪资，毋是简单，互你得到成就感，是你的生命会当为着伊来做真大的牺牲，来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目的。这是第一项要甲大家分享。所以咱因为这个因果。所以，咱要用2个礼拜的时间，对箴言即个智慧的言语，来学习7种真重要的工作态度。学习安怎用智慧的工作态度。咱今仔要先学3项，这3项真重要。咱后一遍甲大家来分享后壁4项。第一项就是讲。咱若要工作有效果，咱就是爱知影有一个态度，就是爱付出代价。箴言同咱讲辛劳工作，生活无忧，将立空谈，的确爽享。规日你若用气是无代志，伫遐空谈，伫遐幻想，你有梦想，袂晓去执行，的确爽享。但是你若辛劳去工作，你生活就无忧无愁。只要讲辛劳工作，就是有付出代价的意思。意思讲工作一定要付出代价，要温困来做。圣经嘛安尼讲，温困工作的做事人，食用无欠缺，追求呼唤的人，非常有功。意思来讲，你做事人，你要有修行，你就是爱温困去工作，爱野种，爱去烧草，
爱去迄个挽迄个杂草，然后爱照顾，即个将来才会当有修行，爱温困工作。所以要做出有效果的工作，就爱付出代价。这是智慧工作的第一个要件。咱了解成功的自然安尼理念来领教，成功拢是为着愿意付出代价的人准备的。所以咱要付出代价。所以伫未来日子中间，你若要享受成功的果实，你着爱有决心，爱愿意付出成果。安尼将来才能得到享受工作的果子。咱中间若有学生的，你也知影，你若要课业有一个目标，你有一个计划，伊就是爱付出努力嘛。无可能讲拢无付出努力就得到成果。有时付出努力嘛，无一定会得到成果，但是你若无付出，绝对无得到成果。伫属灵顶面的代志嘛相共。属灵你袂自然而然成长啊，你一定爱真用心去读圣经，真用心去祈祷，去灵修，安排有计划，逐日拢安尼做，有付出即个代价，你才能有得到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就是爱事先准备。咱要做一件代志进前，爱先计划，爱做准备。圣经来讲，手分担的会变做送香，手温困的会变做富足。这温困这个字伊原文是有敢你用迄个道具来抹互来，抹互来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咧做工进前，爱做好准备。咱嘛有一句俗语，华语讲叫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就是讲你要做好一件代志，你先爱把迄工具准备好势。圣经嘛安尼讲，你伫外面准备工了，伫田间办理整齐，然后起做厝体。你要起一间厝，你着爱先准备一寡材料，然后爱设计好势，然后才来起，才拢有做好准备，才可能完成这个成果。所以咱做工作进前爱做好准备，计划好，才有果效。比如讲，咱教会的事工计划嘛相共，牧师团体每一档7月份到8月份，拢会先将明年度的事工方向计划好，甲咱的所有长级分享，互各教会长级所组成的这委员会，伊有一个方向会当去讨论，然后伫9月到10月。这个事工委员会较去设计因的事工，编列预算，11月确定，明年度的规个事工就拢计划好势。虽然咱知影计划了，可能有一寡变化，但是你若完全拢无计划，拄着一寡变化的时候，你嘛无法度去应变。所以咱做代志就是爱有准备。爱有计划，咱今仔是礼拜，明仔载拜可能开始有真侪人爱开始工作，学生嘛爱去上课，当然暑期的时阵，有时会休困，但总是咱若开始工作进前，咱会当来到教会礼拜，礼拜的时阵，咱就是专心恳求上帝，互咱有智慧，互咱有气力。伫一礼拜中间，会让将咱的工作做好势，所以这是一个准备心，这对咱信徒来讲是一种祝福。所以咱就爱敬虔来礼拜，用这礼拜听上帝的话，互上帝的话帮助咱安怎去来这个礼拜的工作来做好势。这嘛是一种准备，所以这是牧师大家的提醒。第三项。就是今仔日要讲的最后一项，
叫做智慧管理。牧师要透过咱拄则所读的经文，箴言27章23节到27节，甲大家分享5种真重要智慧管理的原则。这5种原则拢是非常重要的，都伫这段经文中间出现。第一项就是讲，咱来对咱的产业，和咱工作所累积的产业，有一个真正的联办。就是所有的产业拢是暂时的，这一个信徒咱来明白，咱所有的产业，包含工作中间的职位，拢是属于上帝予咱的。咱只有管理权，无所有权。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，你也知影财产袂当永久有，冠冕也是讲王位，敢袂当存到万代。意思是讲，咱无可能永远拥有咱即马所拥有的产业甲职位，拢是暂时的。顶礼拜牧师也同大家讲过，有一天咱肉体生命啦无去，咱所有累积的大多数的物件，拢会离开咱，咱拢无法度搁再拥有。圣经嘛安尼对咱讲，因为咱无带啥物来到世间。也无袂当带啥物出去转去，这意思咱讲一个真理，咱的生命所有的拢是上帝予咱的，这是上帝大的恩典。咱对咱的产业只有管理权、使用权，无所有权，无所有权。有一天拢爱交出去。圣经中间咱看见着，大卫王要去圣殿，上帝无要互伊去。但是爱伊去准备遐材料，所以呼吁百姓将遐材料奉献出来。大家拢真欢喜奉献，大彼得真欢喜，学了上帝讲万物拢是对你来的，阮将对你来的得到的献互你。所以互咱明白一点，就是讲咱所有拢是上帝予咱的，上帝爱咱好好来管理伊，毋是讲咱有。所有权，所有权，咱的产业是上帝所授予咱的礼物，咱会当享受伊、使用伊、管理伊，但是咱无主权。所以伫经营管理的时阵，咱来思考，伊只是暂时的，但是咱会当管理，安怎去管理，上帝才会欢喜，这真重要的，也是管理智慧管理的一个基础。第二项，既然是上帝交代咱暂时管理，安尼，咱就爱用心来管理，用心来管理。所以圣经来讲，你乃详细知你羊群的情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牛群。而且知影甲留心料理，就是爱知影上帝的心意。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，咱来明白智慧的管理，毋是我靠家己的聪明，是爱求上帝，互咱有智慧，互咱会当好好来维持管理发展咱的产业，爱用心谨慎来管理，互产业会当好好发展。圣经中间耶稣嘛讲一个譬如，有一个主人，伊要离开的时阵，要出外的时阵。伊交代伊3个奴仆，一个回5000，一个回2000，一个回1000。然后迄个5000个用5000个去趁5000，2000个趁2000，1000个惊放弃，所以涂骹挖一个坑来带起来。叫主人倒来了，学了迄个5000个甲迄个2000个，反倒转对1000个生气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其实是咧安讲吼。5000、2000、1000，代表上帝予咱的礼物，予咱的产业，嘛通讲予咱的恩赐。伊爱好好来运用咱的恩赐、咱的产业，去成做会当产生顶倍的效益，来应供上帝，来祝福别人。上帝无要求2000个爱趁5000。伊要求2000趁2000就会使，
所以咱比较遮，而且讲这羊群、牛群，还是讲2000、5000、1000，拢是代表产业以外嘛，当代表咱的文数。所以咱着爱详细了解，咱家己对上帝遐领受的礼物文数是啥物。大家爱注意，是上帝决定买啥物文数互你，毋是你家己决定。所以上帝互咱即款的文数是计划的一部分。咱来记一点，就是你的文数是拍开上帝对你生命目的的门的锁匙。也就是讲，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拢有计划，拢有目的。要拍开即个目的的锁匙，就是你要了解你的文数是倒位，你要了解你安怎投资你的生命，你要问家己：我拥有什么款的才能？我介意做什么货？我的专长、我的能力是啥物？你教会服侍嘛会相款？你教会服侍中间，你的角色是啥物？敢知你有教导的文数，你会当来做主日学老师。你有关怀别人、怜悯别人的文数，你会当来做牧养关怀的人。敢知你对音乐有真大的敏感，你会当做音乐的敬拜者。你对儿童、青少年有负担，你会当做兴起儿童甲青少年的关键人物。敢知你对社会工作，还是讲对某一个领域你是专业者，你拢会当运用这的文数来成做教会服侍的一个方向。你也知影你的才能，这甲你的呼召有关系，甲你的人生目标有关系。咱看见，咱顶礼拜教会有举办学位学校，咱有真侪囡仔、细囝来到教会内底接受造就、品格训练。其中咱嘛有真侪老师，特别有一寡青少年来投入，牧师是来真感动。嘛有一寡资深的老师咧带这青少年，咧教这囡仔。因足认真准备，连迄个道具啦，迄个整个教材的编写排练，拢足用心的。因都有即款的文数，因来运用出来，佮奉献出来，来帮助这细囝成长，就得到真大的效果。我伫因的群组内底看到真侪家长咧感谢这老师，我讲。哇！恁是来做用心的，有囡仔得到真济。所以相反，咱伫顶礼拜，教会嘛有举办迄个台北囡仔的台语营，嘛有真济会晓讲台语的老师来投入，来训练这细囝讲台语，讲咱家己的母语。拢是根据家己的文数，有操练，然后奉献出来。会当成做利益别人的一个真好的工具，所以咱爱留心照管上帝予咱的产业甲文数，这是第二项。第三项也真重要，咱检视咱的产业，检视咱的文数，咱来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。圣经中间讲，大草挂去。这润的草，佮布衣，山顶的菜色也被收成。意思讲，上帝赐了雨水，互这草场磨成起来，来刮开变成大草，互这个牛羊会当食。上帝佮落雨水，互这个新的草佮布衣出来，互迄个。牛甲羊的食物，佮准备好势。咱人咧食的菜色，嘛是上帝照顾，互伊生长起来。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咱爱为着安尼献上咱的感谢。那一个人持续抱着感谢的心来服侍、来工作，安尼毋单单是工作真有动力，也会感觉非常喜乐。
所以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，爱为着安尼献上咱的感谢。第四项，就是咱工作以外吼，咱嘛会当真正去享受工作所得来的成果。圣经安尼讲，羊羔的门是为着你做衫，吼，咱饲羊，羊大只了，有门会当织布来做衫。山羊是为着做田地的价值，吼，山羊来买掉，会当买田地，吼，搁有买山羊的呢，到你食，吼。你讲修行的时阵吼，咱就会当享受咱辛劳工作的成果。哦，圣经嘛安尼对咱讲，去啊，欢欢喜喜去食饭，快快乐乐去啉酒。因为上帝已经感纳你的工作，只要无醉酒、无暴食，欢喜啉酒、快乐啉食，享受上帝所赏赐一切的食物，这是圣经给咱一个建议。因为这是咱劳碌工作所得来，会当得到的报酬。有的人只知影工作，毋知影享受工作的成果，安尼就失去真济。我昨昏伫即个脸书顶面看到一个同工，就是前日代表公报社来甲咱分享的洪兰田牧师，伊咧分享其实伊讲讲到了我讲你留落来甲我做伙食饭，伊讲。牧师我讲，我结束了，我就要马上去大院啊，因为身体有各样我看伊伫脸书顶面写讲伊就是想过认真工作，拢袂晓得知影休困，直到身体出问题，所以牧师若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讲。咱努力工作，有若爱适当的休困，然后伫休困的中间去享受咱工作所得到的成果。这是一种报酬，这是上帝予咱的恩典。毋通过头投入工作，直到袂记即家己的身体，直到袂记去享受迄个工作的成果，实在是真无彩。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咱除了家己享受以外，咱阁爱甲厝内底的人、其他的人做伙来分享。咱趁钱饲家是无够的，爱经营美好幸福的家庭。所以圣经来讲，有买山羊的呢，到你食，也到你的家眷食，互你的亲人食，也。有够养是你的女婢，工作所得来，一定爱全家做伙分享，才是美好。有的人事业真成功，家庭却真凄惨，这种人一定袂快乐。牧师期待大家伫工作无用的中间，一定爱注重家庭的起造。家庭是咱上界重要的产业。是咱上界重要的工作，以使家庭的幸福，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快乐。愿上帝透过咱手所做的工，互咱领受伊所要互咱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是为了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透过你的话，阮得到真大的启示。求主帮助阮。互阮会晓真正认真工作，也当享受工作所予阮的回应甲成果。求主帮助阮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准备心来领受圣餐。这是请起立来吟诗圣诗第217首，
受要迄暝救主耶稣。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在属地与教会陪参者，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，也是虔信的兄弟姊妹，三甲来甲主同齐道，共修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。因为因要得到饱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注意来听，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。伫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又摕饼，祝谢来爬伊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。为着恁拍破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恁要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亲爱兄弟姊妹。伫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又摕饼祝谢，虽然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，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席，是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。阮谦卑恳求你，这个时刻找起圣神来圣别阮。也圣别才会摆咧伫你的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稳定的帮助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，互阮生命持续成长，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。咱用恭敬的心，伸出双手来迎起这个饼，伫心中感谢主，为主的牺牲，为着救赎咱。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会所设立的。你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摕到的时阵，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伊流出宝血，洗清去咱的罪。
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孝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彼得。咱同心来感谢。求你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。亲爱的主啊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互阮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煞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。咱起立来感谢，让阮的爸爸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阮生命中每一项的美好，感谢你供应阮每一日的啉食拢无欠缺。但阮要将阮的心意、能力、甲财物谦卑奉献伫你的面前。阮所领受一切，拢是出于你的恩典。阮不过是你忠心的管家，求你感纳阮的奉献，使用阮所献的，成做你的所用。
请做祝福众人的功德，互你的名伫地面上得到荣耀。愿阮的生命因为这份的奉献，互你来更新甲塑造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真济今仔日本教会要庆祝父亲节，所以即时要邀请儿童最热国小组来献诗，来祝福在做爸爸的，伫即个父亲节受满满的祝福。第一条因要吟的诗是热天的歌声，第二首是毋捌讲出的真爱。
感谢儿童最后用真水的歌声来祝福所有的爸爸。本主日是本会所定父亲节的主日。等下会赠送所有的男士，包括还未有囡仔、已经结婚的男士，拢会使来领这个父亲节的礼物。愿上帝纪念父亲对家庭的关爱甲付出，祝福父亲伫身心灵拢健康平安喜乐。伫外面10楼外面有一个壁板吼，咱可能真侪人已经拢翕过相，这是真趣味为咱教会为着大家会友所设计，所以你会当邀请侪人去摕迄个一寡口号吼，通去翕相，看你要讲啥，你就用迄张吼。你来作为来票选爸爸最想要的礼物，翕恁所珍贵的回忆吼。这是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。好，影片。这足重要。这有足侪足高水的爸爸伫这个影片内底，请咱来欣赏。爸爸最爱吃的食物，牛肉面、花生，日本料理吧。爸爸很随和，我们给他什么他都会吃。阿公最喜欢吃的食物是鸡肉。给爸。我最喜欢吃的是牛肉面。糖果。希望怎么过父亲节？我想要请阿娇陪爸爸做一件事。陪爸爸，然后就做什么都可以吧。对，陪伴。孩子应该会请我吃饭，就跟孩子一起吃饭呐。今年的父亲节啊，就是希望跟家人一起吃饭啊。也喜欢被请吃饭。我喜欢有小孩子在一起的父亲节，小孩的祝福才是我最需要的。阿公应该是想被请吃饭。我希望父亲节没有人记得 Leave me alone。我的口头禅，我无口头禅，好像没什么口头禅呢。爸爸的口头禅，阿公有无？去 7买糖果。对，这比较正常。我什么口头禅啊？大概没有吧。爸爸没有特别口头禅，可是爸爸很喜欢讲笑话。口头禅，我不知道我真的不太知道我有什么口头禅。我可能太少跟他讲话了，我暂时想不到呢。还有什么口头禅？没有呢，我傻笑而已耶。我觉得他没有口头禅。我觉得阿公是一个很温柔的阿公，温柔慈爱的阿公。我是一个很负责任、认真的父亲。这个人太有正义感，而且很诚实，非常的公正。爸爸，我觉得他非常的热心助人，在教会都非常的尽心尽力服侍。沉默寡言，很专心注意世界发展。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爸爸：帅、疯狂，动作很慢。我觉得他像小孩一样，所以他就像我的大儿子。自由的灵魂。希望爸爸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成为双联教会的祝福。身体健康，然后工作顺利，平平安安，然后心想事成。就是希望爸爸的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、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，每天活得开心最重要。祝你健健康康，平安过每一天。当然是希望他身体健康，非常的喜乐，所做的都荣耀神。祝所有的爸爸拢身体健康，拢平安喜乐吼。咱教会有要赠送已经结过婚的的兄弟，一人一个礼物且有这个标准的徛起来咱的逐工的咱送咱即摆徛起来，徛起来。
啊，摕到地当坐落来吼。店面啊，店面也个，哎。啊，拢有摕呀，哈，今仔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兄弟。哦，好，多谢。咱做伙起立来吟上迎俄勒天顶主宰圣诗510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感动、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庙道谢恩，恭受差遣。